台东县台亚阿伯中毒的事件，目前搁在调查。也毋过最近台亚的相关产品生理是拢真歹，都有旅游业者带游客去部落家己做台亚的麻糍，望讲游客当恢复对部落生产的台亚的信心。 游客到部落旅行，认识部落生活，其中饮食文化也是部落优定的重要体验。也毋过最近台东台亚阿伯的中毒事件，台亚食安引起各界关注。也毋过为着让大家了解部落美食制作过程，孪生部落的美食优点，道乐园解说实在拢是部落4块围种的菜甲鱼肉，安排予游客制作台亚麻糍来食，希望会当对台亚的信心。 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个人的反应都很不错。是不打药的，我们都会在野外，事先准备好，人家有预约了，大概人数多少，我们就会去采。 因为台亚食安事件，台东县海端乡顶礼拜6的传统市集，游客减少单位也较少看到台亚的产品。也毋过部落族人表示，会加强推广，让大家放心买台亚甲农特产。 像我们这次的市集，其实好像比较少看到了有那个阿拜吉纳夫的东西出现了。像每个月市集，就是我去推广部落的农产品，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面能够去做销售。部落族人讲，这摆的台亚食安问题是单一事件，所以影响到部落的观光，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